前咱拢讲抽象的人，吼、咱拢讲抽象，即摆伊改做目色，吼、祝人民万好，咱搁一届第一站，来。好，咱时间已经到，请咱准备心，当心来敬拜主。谢谢平安，这时咱用感恩的心来，今仔日的主日礼拜。
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聚集的大会中，我要专心感谢上主。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互伊爱伊作为的人拢通学习。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伊的公义永远存续。这是咱的吟圣诗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来学罗咱的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咱同心来祈祷。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世世代代你是我们的居所。群山还没有被造，大地和世界没有成形，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你知道我们的形体，也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的生命像草，像野花，生长茂盛。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是掌管在你的手中。我们做人处事常走在你前面，所以把自己的人生搞得心力交瘁。求主你怜悯赦免我们的罪。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用完全的爱来爱我们，接纳我们的不完全。上帝，你本身就是爱，基督的信仰就是爱的信仰。圣经说，真实的爱是用行为证明出来的，所以爱不是用讲的，是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行出来的。一句鼓励赞美的话，一张卡片，一杯水，都会使人得到安慰和温暖。现今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纷争、不义，互相不信任、冷淡，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们是基督徒，是光，是盐，是要做调和的工作，将上帝的爱传出去，做和平和爱的使者。
关心有欠缺需要的人，安慰伤心的人。通过我们爱的行为，别人才有办法在我们身上看到上帝，我们也才能领人归主。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在打仗，最可怜的是无辜的百姓，我们也感同身受。求主怜悯，使战争得以止息。目前全球的气候异常，又是高温，又是洪水、地震。求主也让人们知道，人定是不能胜天的，知道自己的渺小，让人快快来信主。慈爱的天父，教会中的家人有灵珠姐妹，求主怜悯，医治她恢复健康。玉兰师母有好的体力来服侍主，还有宇硕牧师身体早日康复。子琪师母近日要搬家顺利。祥志弟兄早日融入我们属灵的大家庭。正宫长老在8月12日要到韩国晋升跆拳道9段，一切都能顺利。这时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来聆听牧师要与我们分享上帝的话。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一个归献的兄弟，一真心的信息，生命兄弟，佛的灵在你内，就那样引往你内。这时咱来启用，我来启，听这来用。伫个诗篇51篇，也是咱的启用文的第15篇。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主啊，求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洗除我的罪恶。我知家己的罪过失，我的罪恶不时伫我目睭前，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我有做你看做消的代志，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受你责罚是应该。我伫母胎就有罪，出世迄日就是罪人。你以爱是内心诚实，求你教示我，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把我洗清气，互我比洗较白。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拍碎的骨头通欢喜快乐。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搁忠诚的心灵，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心。求你互我定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互过失的人通回应你。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主啊，求你开我的嘴。我要称赞你。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我若献烧化祭，你嘛无欢喜。上帝啊，你所爱的是痛悔的心灵。忧伤痛悔的心，你欢喜接纳。恭听上帝的话，以罗马书第5章第1到第8节。第1节，既然咱对神受称做义人，就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咱对神通过基督通进入现在得享受这个恩典，
欢欢喜喜望通分享上帝的荣光。毋若安尼，伫患难中，咱犹原欢欢喜喜，因为咱知患难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生出望会得到见效。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将伊的疼灌入咱的心。咱也软弱的时，基督伫上帝所指定的日子，为着有罪的人死，替艺人死，差不多无；替好人死，检查也有人教。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的疼，咱也是罪人的时，基督有替咱死。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赞。学老，这是青少年团体要来学老上帝，你们的诗歌是在耶稣的脚前。愿这水的歌声，达到主的面前，得到上帝的建立。此时，老师要用将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要甲咱分享，伫眼上帝眼中真实的我第二讲。大家平安。感谢青少年团体带咱用着在耶稣脚前这首诗歌来带咱来学了上帝。这条诗歌内面所讲起拄好，甲今仔日咱所要讲的有接近吼。咱伫上帝面前时常咱安尼会感觉讲伫顶礼拜咱有讲起讲，咱会感觉讲我虽然真好，但是抑阁无够野。但是若是咱伫咧主的脚前的时阵，咱会通发现咱其实是叫做袂堪得。那论真讲，咱袂堪得来到伫上帝面前，若毋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互咱会通成做上帝的国度的一份子。安尼，咱检到咱讲不配来到伫上帝面前。所以咱要透过今仔日的即个分享，嘛要搁一摆来思想上帝的话。但是
我搁一届邀请咱兄弟吼，过来唱今仔日头仔青少年团契，请青少年团契带阮来，过来唱头仔这首诗歌。再来麻烦请 PPT 再切过来到在耶稣的脚前。PPT 那个。咱用咱安尼好好啊来唱，伫咧即条诗歌内面好好来去来想讲，今仔日咱伫主的脚前，咱应该爱用着什么款的态度来到伫主的面前。请咱真用心来唱吼。在耶稣的脚前，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赞扬主的容面。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指引。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过敬拜。在耶稣脚前，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赞扬主的容颜。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指引。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在耶稣的脚前，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再一次，在耶稣脚前，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主，阮要搁一届伫主你的脚前学习，亲像玛利亚同款，来听主你的话语。透过阮所听的，主你毋是互阮只有干那知，搁较互阮会通真正行出主你的话语，互你的话语会通成做阮生命的快乐甲帮助，互阮会通借着主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内面的准则，来行出一个下主你旨意，得着主你的欢喜，主你的属主你的温度。阮搁一届将阮的时间恭敬交托伫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伫咧顶一礼拜，咱伫咧顶一遍的迄个第一讲内面有讲起着认捌上帝吼，迄个真实的我的第一讲的时阵，咱有同齐伫遐来思考迄个魔鬼的第一个谎言。
就是我很好哦，我虽然很好，但还不够好。咱伫遐讲起着，咱看见撒旦借着即个比较，甲迄个无满足，互人袂记得咱家己原本是上帝照着伊的形象所做的杰作。失去了迄个感恩甲着知足的迄款安尼性命。但是当人犯罪了、堕落了，即个撒旦魔鬼伊的策略马上做一个改变，伊无搁再对人讲你还不够好，伊反倒开始对人讲伊讲其实你已经不错了，比很多人都好，这是一个更加隐藏、更加危险的一个谎言。今仔日的世界，鼓励人相信讲，只要不要伤害别人，就是好人。只要比别人好一点就算成功。那个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不要太在意自己的罪。安尼久而久之了，咱习惯用别人的失败来降低咱家己的标准，用着社会的标准来去取代上帝迄个圣洁的迄个标准。也用着比较来去安慰咱家己的良心，但是圣经对头到尾，毋是要爱咱甲人比较，乃是要引带咱踮伫咧即个圣洁的上帝面前来认捌咱家己。就甲亲像当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伊去看，伊伫咧异象中看见上帝的荣耀的时阵。伊无讲我比别人较好，所以我会通看见上帝的荣耀。伊反倒伊伫遐讲起啥？伊讲我灭亡啦，我有灾厄啦，我灭亡啦。祸哉我灭亡了。当人看见上帝荣光的时阵，伊的反应是应该是安尼。所以咱来到伫上帝面前，咱到底是用着一个什么款的态度来条件上帝？咱是感觉讲，我比别人好，所以我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咱伫遐有迄种敬畏的心来到伫上帝面前讲，祸哉我灭亡了。咱来到伫即个咱亲目看见大君王万军的耶和华。当彼得伊去经历到迄个主耶稣甲伊讲，你将船过去深的所在落网，伊当伊安尼将迄个鱼网起来166条的鱼的时阵，伊无夸耀伊家己对主的迄款安尼的忠心，伊反倒伊趴伫主的面前讲，主啊，离开我！伊讲我是个罪人，我网着一船的鱼，但是伊的反应是讲。因为伊看见上帝的荣光，看见上帝伊的专能，伊的反应是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咱会通看见讲，迄个真正男主人真正去阻挡人得到上帝恩典的，毋是罪伤大，乃是因为咱无愿意去承认咱家己的罪。毋是因为讲上帝毋肯赦免，乃是因为人以为咱家己无需要赦免。这也是咱今仔日咱伫咧讲传福音的时阵，咱去甲人讲到迄个罪的时阵，人的第一个反应讲，我又没有犯罪。这就是咱做一个基督徒，真侪时阵，咱犹原就算讲，咱已经洗礼了，咱犹原会有迄款安尼迄个一个心态。咱开始去定罪别人，却无去看见咱家己的咱内心的迄个罪。咱直到咱伫迄个中间，咱感觉讲。我已经，咱讲我已经有够个啊！我无需要得到上帝赦免。所以今仔日咱要透过上帝话，咱要搁一摆来彩绘
魔鬼的第二个谎言。伫咧迄个谎言就是真正男主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是什么？不是罪，而是不承认自己的罪。讲咱唔是要活伫咧迄个，但我们不是要活在自责跟定罪的里面，咱乃是要诚实来去承认咱家己的光景，好了，通互基督救赎的恩典会通真正成做咱生命更新的开始。因为只有真正认捌咱家己的败坏，咱才有法度搁较认捌，也是讲搁较珍惜十字架的救恩。只有真正承认咱家己的有限，咱才有可能来完全倚靠主的丰盛的恩典。所以，咱要来看咱撒旦的第二个谎言，就是我虽然不好，但我还不错。这是对自对创世纪迄个人类的堕落后来变成做自欺的一个悲剧。咱会通看见迄个罪的面貌。当人堕落犯罪了，迄个情况彻底改变了。圣经毫不掩饰，无有任何的迄个安尼暗含来描述人堕落后的真实的状况。咱若看规本圣经内面，包括大卫是迄个上帝讲称做讲，迄个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伫咧圣经内面真清楚写着大卫伊做了什么款的安尼肮脏的事情。这就是上帝伊的性格，伊无容忍迄个罪。耶利米书第11章。17章内面讲安啦，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罗马书第3章内面嘛讲安啦，讲照圣经所记载，拢无义人，连一个都无啊，无晓悟的人，拢无人追求上帝，人拢背叛上帝，拢安啦行袂路，拢无人做好事。连一个都无，这毋是讲上帝要甲咱羞辱，乃是上帝伊爱咱认捌，然后认清咱的真相，就较亲像一个医生，伊需要真诚实来甲伊的病人讲出伊的病情的迄个严重性，才有法度给出正确的治疗方案。所以，咱会通看见撒旦的这个第二个谎言是什么？他说：“你虽然不好，但你还不错，比上不足啊，比下有余。”这个他亲像一个得到癌症的病人，医生甲伊讲你的情况真严重哦。伊安怎甲医生回答？伊讲：“医生啊，我还不错哎，隔壁的病床的病人他的病情比我更严重。”这种的比较敢有路用？完全无路用。癌症就是癌症，袂因为有人得到搁较重的癌症，安尼你的癌症变作感冒，袂。所以咱常常会看见咱活伫迄种自我安慰，咱用这么现代的语言来讲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常常会用一些什么样的话来安慰自己？我虽然只是撒了一点小的谎言，但至少我没有杀人放火。我虽然有一点骄傲，但至少不像某人那样子贪婪。我虽然对家人冷漠，但至少我没有外遇。我虽然很少读经祷告，但至少我还有去教会。我唔知影。他拄仔咧讲这4项，咱去着几项？但是咱伫咱的生命内面有真侪迄种自我感觉良好，咱自我安慰，直到咱陷入伫咧迄款安尼的陷阱内面，就较亲像伫咧《路加福音》第18章内面去讲起着迄个记载一个真深刻的比如，迄个法利赛人的祈祷，伊安怎祈祷？伊伫遐讲伊讲上帝啊！我感谢你，我无亲像别人安那，
绿色哦，不义啊，奸淫嘛无亲像迄个抽象的，哦，也是咱即马咧讲卯岁，哦，我每一个礼拜禁食2摆，佮见若我所得的，我拢献上1/10的。这有成咱的祈祷无？如果咱的祈祷嘛是亲像安尼的时阵，但是咱会去看见圣经内面另外一个人的祈祷，就是即个卯岁，即个岁日伊的祈祷，伊安怎讲？伊讲上帝啊，开恩可怜我即个罪孽。咱会通看见伫咧即段经文内面，上主耶稣伊落尾手，迄个伊的结果是啥？主耶稣讲啊啦，伊讲我甲恁讲，即个人伊转去比迄个人倒算为义。迄个卯岁，迄个岁日，伊比迄个法利赛人，吼，更加的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嘛，安尼有对咱安尼讲起着，讲迄个咱我们都怎样，都如同不洁净的人，所行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如叶子渐渐枯干，罪孽像风把我们吹散。咱亲像迄个无清气的人。咱一切的义的行为，亲像一领啥垃圾衫，阮拢亲像树叶啊安那冷去，阮的罪过亲像风甲阮吹走。伫咧圣洁的上帝面前，咱上好的迄个义行，都像污秽的抹布一样。这毋是讲咱的善行没有价值，乃是伫咧讲起着伫上帝标准的面前，咱所需要的不是改良，乃是需要的是顶头生。就甲亲像搁另外一个比如，讲咱用想象伫咧法庭上面，如果咱互人被控告，讲咱安尼偷了100万。咱去甲即个法官讲，法官大人啊，我虽然偷了100万吼，但是我阁袂歹咧。我隔壁迄位吼，伊伊偷1000万呢。而且我平常时去帮助老人吼，我甲将我偷摕来吼，我做义侠吼，我将我偷摕来吼，去帮助迄个厝边的吼，迄个我嘛帮助老人过马路哦。我每年我嘛还阁有捐一些钱给慈善机构呢。但是咱会用想象讲，安尼法官伊要安怎去回答？伊讲你所做的这拢袂歹，但是你偷窃的罪行啊，甲你的偷窃的罪行无关啦。你依然需要为着你的罪来负责。所以弟兄兄弟，当魔鬼甲咱讲起讲安尼你还不错的时候，上帝会怎样甲咱提醒？伊去甲咱讲起讲，因为凡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违背了一条，就是违反了所有的律法。这就是咱今仔咱伫咧面对圣洁的上帝的时阵，咱应该了解到。罗马书第3章23节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果咱今仔日咱领受上帝话，如果只有干那听伫咧听，咱要讲安尼，咱无愿望。但是感谢上帝是这个故事无有伫咧这个所在来结束，因为伫咧罗马书，咱今仔咱所领受的经文内面，伫咧罗马书第5章第8节讲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弟兄兄弟，咱需要搁一摆来重新来看见，人迄个最大的危机，毋是咱犯了偌济的罪，乃是对罪失去了迄个敏锐的心啊！魔鬼知影咱愿意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上帝恩典也的确要临到。
所以伊就用着另外一个安尼谎言来欺骗人，讲啊，你虽然有缺点，但你还算不错。你比起很多人来讲啊，你都很好，你觉得你都很好。这款呢，迄款比较的心，我最起码我比人家好。我看见伊安尼，我就觉得说，我还可以。这款呢，迄款安尼，当咱啊安尼伫上帝面前，咱毋迄种比较的心，咱渐渐去忽略迄个上帝伊的迄个性格。这也是咱今仔做一个基督徒，咱会通看见。真侪时阵，咱只有甲讲到上帝的慈爱，但是不讲上帝的圣洁跟他的公义。这就是对失去迄个对罪的迄款的敏感，甲迄个警觉的心。但是上帝为伊安怎提醒咱？伊讲迄个真正衡量生命的标准，毋是伫咧别人的行为，乃是上帝伊完全的性格。当咱徛伫咧十字架头前的时阵，咱就会发现，每一个人拢需要稳定，无人通倚靠咱家己的善行来称义，这敢毋是咱所信的嘛？也无人会通凭着咱家己的努力去换取救恩，因为迄个救恩本来就是白白收赐予咱的。所以感谢上帝，咱的主耶稣的福音，并毋是甲咱讲你很好，所以上帝爱你。乃是甲咱讲起讲，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阵为咱死的。这正讲是迄个稳定上宝贵的所在。咱毋是因为比别人较好，咱才来安尼得到上帝的稳定，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来领受上帝完全的迄个赦免。所以弟兄兄弟，愿咱会通每一天拢带着一个谦卑、悔改、甲感恩的心来到伫上帝面前。咱无活伫迄个自我为意、自义，也是讲迄个自我感觉良好。咱嘛无活伫咧迄个自卑的内面，咱乃是咱活伫咧迄个基督十字架的稳定的内面。所以咱会通好好伫咱的生活中来好好来操练咱的性命。咱会通好好来操练啊！咱会用伫咧主的面前来诚实，来审查咱家己的内心。咱每一天安静几分钟啊，伫上帝面前祈祷，求圣神来光照咱家己的心思意念，咱所讲的，以及咱所行出来。咱无伫遐着急为着咱家己来辩解。咱做一个基督徒，有当时因为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咱需要，我们已经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不容许人家给我们指出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点点的渣滓，结果就失去了那个自我审查的那样的心。所以咱当人讲起着咱有安怎的时阵，咱无需要伫遐急伫遐为着咱家己来辩解，咱是愿意来接受上帝的真理的提醒，也就是咱转来到伫圣经怎样讲，我怎样画出来？有下圣经无？如果若无下，安尼咱就伫遐来承认咱今仔日咱的罪，敢毋是？就较亲像咱最近安尼前一阵安尼才几工仔前，咱伫咧2019年，咱的即个疫情的关系，当初时政府伫遐真歹去买到疫苗，就有人伫遐攻击咱的政府，讲一寡无影无食的话。罗尾手最近新闻报出来是啥物话？某一个宗教团体，伊互人骗10亿，搁较超过。但是只会讲的人，伫遐污蔑的人，因有愿意承认家己的罪无？莫讲罪，承认家己的错误无？咱今仔做一个基督徒，若来承认咱家己的错误，有这么难吗？咱需要
知影认罪毋是失去尊严，咱是经历上帝医治甲更新的一个开始。所以，咱透过咱伫遐安尼，伫咱的生活中好好来操练，咱逐工安静伫上帝面前，咱无伫遐来伫遐安尼看别人，咱是咱单单干那看咱家己。逐工安静伫上帝面前，几分钟啊，伫上帝面前祈祷，求圣神来光照咱，光照咱的心思意念，咱的言语，甲着咱的行为。当咱安尼。伫遐安尼不断安尼来操练的时阵，圣神会伫咱的心内对咱来讲话。佮圣神伫咱心内讲话的时阵，咱有欢喜顺叹，圣神伫咱心内会光照啊无？啊是咱佮是共款伫遐来真侪的自我的辩解。第二，咱无用着迄个比较来为着来衡量咱家己的标准。当咱心中出现迄种至少我比别人较好。迄款安尼的念头的时阵，咱需要就开始来去提醒咱家己，讲我的标准毋是别人，乃是上帝。我们的标准不是别人，而是上帝。我们学习停止用他人的软弱来去抬高我们自己，反正是用着基督的疼来去扶持、来去带导、去陪伴遐有需要的人。第三，咱需要珍惜咱搁去经历认罪后的迄个赦免。每一摆向上帝认罪了，拢是凭着信心来接受上帝的赦免。咱无停留伫咧迄个懊悔甲控告的中间。这也是咱今仔做一个基督徒，咱会去拄着一个问题，就是当咱伫上帝面前已经认咱的罪。上帝嘛已经欢喜赦免咱，但是咱犹原还阁伫遐咧自我控告，伫遐咧懊悔。相信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咱，互咱会通坦然无惧来到天父施恩的宝座前。这敢毋是今仔咱的青少年堂给所献的这条诗歌，咱会通安尼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伫遐来得到上帝的施恩祝福。领受伊的救恩，佮会通来经历着伊丰盛的恩典临到伫咱每一个人。所以咱爱去珍惜上帝安尼已经迄落安尼讲经历着咱认罪了后，迄款会上主耶稣的迄个救恩临到伫咱。但是同款就是当咱已经领受上帝救恩了，咱无过，咱嘛毋是搁伫遐咧自以为意，乃是咱伫遐真清楚知影讲，咱犹原是罪人，是只不过是干那主耶稣伊担当咱的罪，伊已经赦免咱的罪，伊承担咱的罪的迄个后果。所以咱就用着迄个谦卑的态度去服侍每一个人。当咱真正认捌咱家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时阵，咱就袂伫遐来看轻别人，嘛袂伫遐来高估咱家己。无论伫咧厝的，咱伫咧家庭内面，是咱伫咧工作的职场，甚至伫咧主的教会内面，咱都愿意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彼此来相服侍，将一切荣光来归予上帝，毋是归予咱家己。所以，咱伫上帝面前，咱会通有服侍的机会，这是咱讲啊，服侍是我们的需要，因为咱透过服侍，互咱有机会来安尼搁较认捌主。咱透过服侍，会通搁较安尼讲参与伫咧上帝的圣工的内面，迄是主互咱会咱讲主看得起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服侍他。也服侍我们所有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咱就无伫遐来感觉伫遐讲，大家讲乒乓，讲高举自己。咱乃是用到一个谦卑的心，伫遐讲感谢主，互我有机会不管是伫咧家庭内面，我伫
工作场所，我嘛感谢上帝，互我伫咧即个工，互我有即个工作，互我有机会会通认捌着我遮个同事，我会通伫迄中间甲因同齐三个同工来做好一件代志。我伫咧主的教会内面，共款感谢主，互我有其他遮个同工，甲我会通同齐安尼来共同来服侍主，来成就一寡的代志，来互主的名得到荣光。用着谦卑的态度来服侍主，服侍别人。所以咱会通搁一摆来回想今仔日牧师所分享到的，咱是毋是捌因为甲别人比较到咱忽略咱家己真正需要悔改的所在？安尼有倒一寡较具体的例，圣神伫咱的内面，伊怎样对咱讲？有对咱有啥物款的提醒？搁怪咱要安怎做？是安那咱会需要甲别人比较？咱真正需要悔改的所在是啥物所在？第二，咱会通面对咱家己的罪，咱通常是找理由来解说，也是推卸责任，也是咱愿意来坦然承认，并求上帝的赦免。认罪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认了罪，上帝他就赦免了我们。当我们越是在那边推卸责任，越是不认罪，罪仍然还在我们的身上。咱是不是真正相信上帝赦免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唔是因为咱的表现比别人较好？安尼，咱伫咧搁过来这一礼拜，咱会通怎样来用到一个谦卑、蒙恩的心去接纳、去鼓励，也是扶持咱身边的人，毋是用到论断、甲比较来甲到咱的这个咱当时的肢体，也是咱的这个厝边朋友、咱的家人等等这个伫遐来做论断比较。求主帮助咱。圣神亲自来光照咱，互咱透过今仔日咱所领受的，互咱会通搁一摆搁较来安尼认捌上帝眼中迄个真实的咱，互咱真正会通活出主所爱咱活出迄款安尼的生命的样相。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搁一摆来光照阮，互阮会通看见阮家己真实的光景。阮承认。真侪时阵，阮习惯甲人比较，用着家己的善行，伫遐来压砍阮内心的骄傲，也时常来忽略注你迄个性格的标准。求你赦免阮的自义，也求主拄起阮迄个毋肯悔改的心。主，阮感谢你，伫阮还阁做罪人的时，你就差遣主耶稣为着阮来放下性命，互阮因为十字架的救恩得到完全的赦免，甲新的生命。恳求主圣神日日来帮助阮，用着诚实、谦卑，甲着信心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毋是我靠家己的义，乃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完全的恩典。愿阮会通时常存着感恩的心，活出一个悔改、更新的生命，见证你奇妙的救恩，互一切荣光拢会通归伫你。愿咱的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宝贵的性命祈祷。阿门。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323首，宝税的人，上帝面前，请起立评全首。
圣经来宣认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昆州比亚岛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山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仔日是11奉献主日，咱同心来奉献。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迄若伫天顶地的，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了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脚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请坐。这时，咱来感恩奉献，请陈文兰执事甲尤佩仪执事。起立来念奉献的诗。我
就是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本周的金句，咱读2遍，请。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咱要是罪人的时，基督有替咱死。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咱要是罪人的时，基督有替咱死。罗马书第5章第8节。迎新报告，咱今仔日敢有新的朋友。咱来看报告第6页。第1项甲第2项是修正公告日期，所以咱家己过目。第3就是咱今仔日是以奉献主日，咱大家拢用同心、用感恩的心来奉献上帝的恩典。主日，教会有邀请三甲教会李仁豪牧师到本会来请安证道。并且在第2堂的时间来分享他们建堂的议题，欢迎兄姐留下来听，来关心，三峡教会他们建堂的一些需要关心和代祷奉献的事情。然后第1堂结束以后呢，我们要召开主日学教研会，请老师预备心参加。第2堂礼拜结束以后，要召开建堂委员会，敬请建堂委员预备心来参加。另外，肢体教习8月29日下午1点半到4点半，在苏澳教会有我们台省的音乐老师来举办流动圣乐、普世圣乐圣诗的跨界旅程。授课的老师是陈秀文老师，还有陈继佑老师，欢迎兄姐来一起参与，来学习。第二项是9月19日到21日，我们在宜兰教会有在葡萄园那边有一些神学的造就造就信徒领袖造就课程，也就是灵性团契进阶，欢迎兄姐来报名参加。第三项就是有圣经学院灵性教育中心有举办察觉式儿童教养工作坊，由教育博士谢佳莹老师设计，来帮助基督徒的家长还有主日学老师在信仰上寻找教养的新方向。欢迎基督徒家长以及主日学老师报名参加。好，另外，我们下一周的侍奉，请我们的所有的同工自己要注意来我们的服事的所有的项目。还有第8页就是我们的会计报告，如果有错误的，请向办公室来订正。然后还有第9页我们的建堂进度，我们要为教会建堂来代祷的事情。目前只有第3和第7有稍微有变动，就是我们的建筑平面图讨论一些各项事情不是讨论一次就定了，要不断的讨论让事情越来越完美越好。第7，那我们的一些金额，当然因为这有为建堂奉献所以金额都会有变动，不是固定的。以上。老师要有补充报告。兄弟平安。刚才有一个要请咱兄弟来修正咱伫咧咱的周报内面的迄个每周读经进度，8月15号礼拜六迄个圣经公会迄个资料是错误的魔术想底下的预备，其实发现到说那个应该是加了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1章迄个是迄个啥？你有改过了吗？已经改了呀。OK， 好，原底本地咱的读经表内底它是写第2章咱甲改做第1章好，感谢主，已经改了。好，以上。好，还有一项就是刚看到灵珠姐妹在旁边坐了一位新的那个她的外劳小姐，叫 Christine Tina 我们谢谢欢迎她。还
还有我们景色，那个林珠姐她奉献的那个米，我们家人有订购的哈，现在已经可以去拿了，在办公室那边，今天可以拿的那个米。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因5位献艺师，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来祝福的诗是圣诗394首，这是礼拜特别煞，请起立吟全首。只是礼拜特别煞，爱加减是通是线，顺歌双双三到八，毋茫后记搁自悔。那你所做着生理，八项照主所教示，事拢讲上条法度，这项望主保护，咸菜有些受艰苦，吞论我可做照顾，困求天父是有惠，得着相信大安慰，见过一个那坚固，亲像稳定无回路，世间艰苦无实际，必定安乐永好去。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予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相合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阿门。阿门。请坐灭道闭会。分子